从佛教的角度，至尊达赖喇嘛是观音菩萨的化身，而至尊赤江仁波切则是金刚瑜伽母的化身。他们同样都是证悟菩萨，也同样都背负着引领众生解除世间疾苦的使命。达赖尊者说多杰雄灯是邪灵，而赤江仁波切则说多杰雄灯是证悟的文殊菩萨的化身。如果我们说多杰雄灯是邪灵，我们就等于是说，这所谓的跟金刚瑜伽母无二无别的赤江仁波切是错的。言下之意，我们就是在说佛也有可能会犯错。然而，我们怎么可能说一位菩萨全然是正确的，而另一位菩萨却是错的？这完全说不过去。况且，达赖尊者早年也曾经修持多杰雄灯，第五世达赖尊者和这一世的达赖尊者都曾经为多杰雄灯撰写过祈愿文，而他们跟目前的达赖尊者拥有同一个心相续。如果我们说多杰雄灯是错的，那我们就等于是在说达赖尊者也曾经犯了错。既然如此，他究竟还会犯什么错？而我们又该如何去界定这个标准？我们只能在两个可能性中选择一个：一，佛菩萨都是对的；二，佛菩萨可能会犯错。如果我们说佛菩萨都是对的，那么赤江仁波切跟达赖喇嘛必然也都是对的。那么为什么他们在多杰雄灯这件事情上会出现一种看似有分歧的局势呢？如果我们说佛菩萨永远都是对的，那么是不是有可能这个事情从一开始都不是多杰雄灯的问题？前世的赤江仁波切曾经在他的著作《鱼跃如海护法之妙音》中预言说，在未来达赖尊者跟多杰雄灯会出现一种类似分歧的一种局面，实际上他们却是在携手共同为了一个更崇高的目标而努力。由此可见，是我们错误的认知和投射导致我们产生了这种错误的看法，继而引起了这样子的纷争。我们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视觉假象图来解释这种现象。我们给一组人一个美女的图像，再给另一组人一个老妇人的图像。在进行测试的时候，那个看过美女图像的一组人将会把视觉假象图视为一个美女，而看过老妇人图像的另一组人则会把这视觉假象图视为一个老妇人。实际上大家都没有错，因为那只不过是一个特别设计出来的图像，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未必都是真的。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源自我们的感官系统对周遭环境的反应，再加上我们的大脑对这些资讯的整理和解读。如果我们连这种简单的视觉假象图都无法分辨，甚至还为它产生争议，那我们该如何断定我们在多杰雄灯世界上的看法是正确的？我们又凭什么来评断菩萨事业的是非对错？